其實你話生活喺呢度同埋生活喺公園有啲咩唔同呢？喺珠海呢啲咁嘅單位咧，講緊咧你要可能使成400-500萬先可以做業主，但係咧喺珠海隔離嘅坦洲咧，100零萬咧你就可以成為呢個豪宅嘅業主啦。126個平方，而且咧佢係新規冇建嘅，意思係點咧？產權面積係126平方，咁實質俾你用到咧又係126平方。咁啊頭先門口嗰間房咧係全部都贈送嘅，一個不計面積嘅。客廳嘅闊度咧都有將近成5米噶啦，咁啊頭先呢個露台咧望出去咧，亦都可以望到300畝嘅一個人工湖嘅景觀，全屋咧係帶埋裝修俾你嘅。咁隔離咧就係坦洲大道啦，翻到去拱北關口咧，亦都係比較方便啦。咁小區咧係位於坦洲嘅一個行政中心位啦。咁門口咧就有巴士總站啦，翻到去拱北關口噶啦，又有嗰個坦洲快線車嘅。咁另外咧仲有翻到去香港嘅太子荃灣同埋尖沙咀啦，佢亦都有專線嘅巴士嘅。咁呢個126平方咧，如果比著早幾年咧，使用率最多係講緊8成幾9成嘅啫。咁啊呢個單位咧一啲公攤都係冇嘅。咁除咗有呢個126平方啦，仲有88平方、110平方同埋138平方嘅。嗱，咁呢個單位咧原價咧去到160-170萬嘅，依家折後咧最平嗰套咧130萬出頭。咁講緊首期都係8萬蚊，月供我幫你哋計過，大概係5000蚊到嘅。OK， 咁如果你哋想實地現場過嚟睇下呢個戶型採光同埋小區環境嘅話咧，可以隨時同我講嘅。OK， 我一直發信半直至到屏幕前嘅你哋都擁有呢啲咁樣嘅豪宅。Thank you。